5月27號起，因應機場2號客運大樓正式啟用，龍運同城巴旗下所有 A 線機場巴士及 NA 線嘅深夜機場巴士，會喺1號客運大樓停站之後，全部停靠2號客運大樓，再返回原線。5月27號起，龍運來往屯門富泰村同機場嘅 A33X 巴士線往機場方向，會喺機場2號客運大樓加設分站，並且喺來回方向取消航天城巴士總站嘅分站。同一日，城巴 A23來往慈雲山北同機場嘅 A23線往機場方向都會取消航天城分站，並且喺2號客運大樓加設分站。5月24號起，城巴來往柴灣興華邨同禮德邨嘅81號線往禮德邨方向會喺豐華邨豐霞道加設分站。5月24號當日，因應筲箕灣有譚公誕慶祝活動，城巴來往南灣半島同鰂魚涌嘅82X 巴士線將會改道，由頭班車至到下晝嘅6點30分，82X 行到筲箕灣道之後，會改經柴灣道再返回原有路線，而喺愛秩咀灣道至到張振興伉儷書院嘅分站將會停用，並且會喺筲箕灣道南安里及柴灣道明華大廈加設臨時分站。5月26號起，城巴來往海怡半島美康閣同中環碼頭嘅91號線特別班次，會喺早上7點10分開出嘅班次途經利東村，而喺利東村開出嘅特別班次就會取消。渡輪方面，由5月26號起，愉景灣航運會喺星期一至五早上加開7點45分同埋8點15分由愉景北途經愉景灣碼頭往中環嘅服務，並加設晚上6點30分同埋夜晚7點10分由中環開出嘅回程班次，同樣途經愉景灣碼頭。而喺星期六朝早就加開10點45分、12點15分、2點45分同埋5點15分由愉景北途經愉景灣碼頭往中環嘅班次，並且喺朝早11點30分、下晝1點、下晝3點半鐘同埋下晝6點開設往愉景北班次，同樣途經愉景灣碼頭。星期日同埋公眾假期就除外。泰國嘅國家鐵路運輸部代表喺今年嘅亞太鐵路展證實，泰國嘅國家鐵路貨運同埋客運市場將會喺未來2年開放競爭。根據泰國喺3月27號生效嘅鐵路運輸法規定，泰國國家鐵路公司將會繼續擁有鐵路基礎設施，並且營運現時服務，同時容許將鐵路線開放俾私人營運商投標競爭。國家鐵路公司將會喺今年7月公布詳細聲明，預計首批私人營運商會喺2028年投入營運。相信開放市場後最大得益者除咗係政府，亦都會係乘客。多謝你收睇今集，鍾意嘅朋友記得俾個 like 同埋訂閱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